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7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银行。咱们从前年就一直在说这个银行受房地产的拖累，再加上实体经济低迷，这个银行应该是压力越来越大才对。但是你从胡适这儿看，银行似乎挑起了胡适走慢牛的大梁，成了主力。银行的业绩似乎是稳步在增长，跟咱们这个认知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我们经常说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败露呢？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个银行它跟其他的行业不太一样。你制造业，你有产品，你有库存卖不出去，降价了，比较好查。而银行业它不良率，它那个坏账标准掌握在人自己手上。有各种方式方法掩盖，所以说让银行的业绩变得扑朔迷离，颠覆了咱们的认知。明明经济非常低迷，但是银行的业绩是节节高升，这是非常反常的。当然了，作为我们只能是怀疑，我们也只能是感觉不正常，我们拿不到更多的证据，只能从常理去推断。但是你老是说常理，给人感觉你是刻意唱空，你这是别有用心。今天新浪财经刊登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审计署揭了银行的底，这个就不是咱们在这唱空了，这是新浪财经发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审计署揭了银行的底。我们一起看一看审计署是怎么揭了银行的底，揭了银行什么底。这个是2025年7月14号，它的文章标题前言部分，他说从审计署近年来公布的审计报告来看，商业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普遍存在违规操作，导致实际不良率远高于账面水平。那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我们只是苦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审计署人家有证据，人家要去审计，审计署的公布的应该算传闻，你不能说审计署唱空这个银行业啊。他的作者叫董云峰，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因为在股东会上一段发言，招行行长王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据金融监管总局公布，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51%， 同期净息差为 1.43%。 这两个不能直接对比，它这两个指标不一样但是它可以各自对比。不良贷款率 1.51 和这个净息差 1.43， 你不能说简单的这两个比一下，一个指的是身高，一个指的是体重。王良说，一季度是一个重要拐点，即银行的净息差水平已经低于不良贷款率。银行净息差应该覆盖信用成本、运营成本和资本成本。如果不良率和净息差水平出现倒挂，就意味着可能难以覆盖这三大成本，这将对银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这番言论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从业者和研究者跳出来强调，净息差与不良率不应该直接相比，因为涉及到流量与存量、分母不同等等。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描述的是身高，一个描述的是体重。你把身高跟体重比，怎么说？这似乎有点对吧？对标对错了，但是这还是有意义的。专业人士还是从中能看到端倪，看到这个风险和危机。说的没错，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不断走低的净息差与持续高企的坏账压力，正在对越来越多的银行构成极限挑战。也就是说，你体重跟体重比，你发现身高不停的在往下降，体重不停的在增长，那这人恐怕身体出状况了，就这意思。其实，在1年前的股东会上，王良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净息差再往下行的话，可能信贷业务也变成不赚钱的业务，承担风险还不赚钱，可能对银行就变成了很大的挑战。更严峻的挑战或许不在于不良率数据失真。假设商业银行真实不良率为 2% 甚至 3% 以上，再去纠结净息差与不良率能否相减，又有多大意义呢？文章说，遗憾的是，这并非是假设。为什么呢？重点就来了。从审计署近年来公布的审计报告来看，商业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普遍存在违规操作，
导致实际不良率远高于账面水平。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他要掩盖这个不良资产，他要通过各种财技，他的利润就出来了，所以他的利润就蒸蒸日上，实际上窟窿是越来越大。至于这个纸什么时候被烧穿，这我也不知道。这个文章说，在媒体监督衰微的年代，审计署的报告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可不吗？这个只能从审计署这儿，对吧？那叫管中窥豹。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对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以及其他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是法律赋予的。按照惯例，审计署会在每年6月底发布上一年度的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简称报告，其中通常都会涉及到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问题，尤其是掩盖不良资产的违规情况。根据审计署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借款人实际已资不抵债、贷款欠息超90天等情况下，未按规定将符合认定标准的193.8亿元贷款下调为不良。审计同时发现，3家地方中小银行至2024年底采取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掩盖不良318亿元，还原后实际不良率达到2.77%，远高于全国同类银行平均水平。要知道，能列入审计署审计范围的中小银行，不是一般的中小银行，而是国有控股或者占据主导的股份行或少数城商行、农商行。所以，这个还原后2.77%的不良率，也很难代表3、4千家地方小银行的真实资产质量状况。如果翻阅审计署往年的报告情况，更加难以乐观。审计署说，3家地方中小银行2024年底采取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掩盖不良318亿元。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很多银行就对按揭贷款的业主断供？业主是不是采取的方式是什么？采取的方式就是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计划。这2年你不用还了，这2年你只用还一点点利息就行了。实际上，就把很多已经断供的、已经失业的这些韭菜，他还不了按揭贷款了，没钱还。但是银行为了这个掩盖不良的，为了避免走司法程序把房子拍卖，因为现在法院拍卖也要排队，所以银行就采取这种方式。这不就是掩盖不良吗？难道2年以后这人就能还得起了？我们再看看这个文章，他下面说，他说新金融琅琊榜梳理了审计署此前报告中关于银行机构资产质量管理的相关内容。2012年，一些分支机构为满足考核或规避监管，人为调节信贷资产质量指标，有18家分支机构用新增贷款或通过第三方企业承接债务等方式置换逾期贷款76.36亿元，有的未按实际及时调整资产质量分类，以掩盖资产质量问题。2016年，有些银行分支机构采用不及时调整贷款分类、新旧贷款置换、兜底回购式转让等方式，使不良资产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大家还记得吧？典型的例子就是盛京银行。这个盛京银行有多少不良资产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总之，恒大从盛京银行借了很多钱，你觉得恒大能还吗？恒大已经爆雷了。恒大是盛京银行曾经的大股东，他从盛京银行掏了多少钱？有多少这个不良？问题是辽宁国资委是沈阳国资委一把兜底，把盛京银行的所有资产给买了，他把这一包打个包买走了，盛京银行变成一个壳，干干净净的，轻装上阵。只是跟恒大之间的不良，那变成大头跟恒大去较量，变成大头买单。问题大头买单能一直买下去吗？国资委把这个不良资产，把整个的资产收购走了之后，人家没有义务披露，所以这个不良资产信息
披露就不够充分。2018年，部分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风险未有效化解，3省部分金融机构通过虚假方式掩盖不良贷款1006亿元，23家村镇银行实际平均不良率5%，42家农村金融机构不良率超过5%。你看看，这弄虚造假，这是审计部门披露的。2019年，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方面，抽查的43家地方中小银行平均账面不良率2.5%，其中16家实际不良率超过账面值2倍。2020年审计的5户中央金融企业和2户地方银行资产风险管控不严格，其中6户通过降低标准、虚假转让等方式掩盖不良资产1423亿元，4户13个投资项目形成亏损257亿元。2021年，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经营风险，资产质量不实，23家中小银行少披露不良资产1710亿元。2023年至2023年底，4家银行为461户僵尸企业等保有贷款余额314亿元，其中35亿元为2023年新发放，307亿元风险资产通过无效重组、违规展期等方式虚假盘活，长期以认为不良的虚假形态占用信贷资源。僵尸企业什么意思？就没有任何运营，都没人了。虽然这些僵尸企业还有314亿元贷款，而且还有新发放贷款，还有这个展期，这就是掩盖不良，甚至还通过无效重组来掩盖不良。此外，审计署2019年第1号公告说，2018年第4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曾披露，截至2018年底，河南什么农村商业银行等42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银行不良率超过40%。你看看，这是他披露的2018年河南的这些村镇银行，这是审计署披露的河南这些村镇银行2018年42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5%，还有超过20%的12家。后面就发生什么？我记得是22年是吧？还是23年？应该22年，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应该口罩期间，大家还有印象吧？这就是纸包不住火了，对吧？审计署2019年还公告过。这个文章的第3部分说，透过审计署揭开的底，才能解释明明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稳中向好，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银行机构不断减量呢？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已有184家小银行获批解散合并，数量是去年同期7倍之多，且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讲过，为什么这些村镇银行还有城商行纷纷合并或者解散呢？要知道银行牌照是多么珍贵，每一个被减掉的牌照很可能曾是地方政府的心头好，并关系到强大的利益群体。这个文章说，要不是肉烂了谁肯吐出来，要不是包不住了谁肯把这个银行解散或者合并。这些密密麻麻的一个一个的村镇银行，一个一个的城商行，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缸一个盖子。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个盖子出了问题，那这个缸就盖不住了。合并是什么意思？合并是把10个村镇银行跟上面这个城商行跟他的大股东实际控制的银行，一般的村镇银行上面都有大股东城商行，把10个村镇银行或者几个城商行合并到一起，那就5个村镇银行合到一起，5个缸5个盖子，再跟它原有的业务一合并，这样5个缸4个盖子，它也就是有个盖子坏了不要紧，它能捂起来，只要那盖子捂得快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5个缸4个盖子也可以运，甚至5个缸3个盖子也可以捂。这就是为什么要合并解散，解散也是合并，解散就是把银行的资产上级银行收购合并掉，这个机构就没了，再来一个减员增效。所以大家关注一下，现在是村镇银行纷纷在被合并。为什么村镇银行开始合并？因为它的不良率太高了，包不住了。因为银行毕竟都是要刚性兑付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184家小银行合并，这个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你就要记住了，下半年还有多少家银行要合并？这些合并的银行为什么会合并？如果它资产很好，地方政府怎么舍得让它被别人收购呢？都是因为这个地方政府也包不住了。所以先从村镇银行烂起，因为大家都知道，村镇银行就越是这种银行，它越资产质量越差。国有大行啊，他们服务的对象都是央企、国企，股份制银行那都是服务全国性的这种大的民营企业比较多，这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那各个地方的城商行就是各个地方政府钱袋子，为各个地方的国有企业服务。你到下面什么村镇银行、什么小的城商行，他已经没有好企业，没有好的客户去服务了，都是一些高风险的。所以经济情况一不好，首先出问题的是村镇银行。所以这几年来村镇银行老暴雷，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审计署它的审计报告里面所揭露的这些银行惯用的掩盖不良资产这个手法。所以说真实的这个商业银行或者是这个国有大行，它的资产不良率恐怕只有鬼知道啊，调了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了。就像我以前说这样的，所有涉房地产的贷款，你不要看它的财报，没有用，它的财报永远是标准的，说它这个涉房贷款一定是按照金管局的要求，不能超过它总资产的几%，单一客户不能超过多少，给房企开发贷是多少，给韭菜的按揭贷款是多少，它都有标准的，它一定是按照那个标准去披露。但实际上它有很多钱通过其他渠道七绕八绕的绕到房地产上去了。你比如说这个小微贷，还有什么小微企业经营贷，这个实际上是口罩期间有很多小企业，它不是你动不动就关停吗？动不动就是封禁，很多小企业搞不下去，它关3个月没有现金流，员工还要发工资，房租要付，所以那个时候紧急推出小微企业经营贷什么的，那都是惠民，就是贷款利息比较低。结果你现在想一想，这些贷款都去了哪儿？实际上这些贷款都进了房地产啊，很多人炒房拿的就是小微企业经营贷。那银行知不知道呢？银行当然知道，银行怎么可能不知道？银行现在就是放贷压力太大，没人去贷款，所以说从银行来说，大量的钱流向了房地产，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披露的。所以房地产行业一低迷，这些房企纷纷破产重组、破产重整。那违规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这些银行贷款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它只能是普通债权，清偿率恐怕只有1%都不到，也就是这个钱就全部变成坏账。这个银行业的竞争有多激烈呢？压力有多大？今天财经网还有一篇文章，这个都不可思议，叫350亿债券承销费低至700元，跳楼价抢生意被调查。也就是这种内卷，不光是在什么汽车行业、什么其他服装行业、各种行业，连银行业内卷都这么厉害。发行350亿的债券，承销费只要700块钱，你说这叫什么事？17家机构投标，6家低价格抢标的承销机构中选，其中银河证券、信业银行报价700元，费率约2/1，1亿块钱只要2块钱承销费，创下同类项目新低。这个说债市一级承销低价竞争并不鲜见，费率低至2/1却少有，这引发市场激烈讨论。监管也随之下场调查。7月11日傍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监测到在广发银行2025年至2026年2级资本债券项目中，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兴业银行等6家主承销商中标承销费，引发市场关注。依据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规则，交易商协会对相关机构启动自律调查。广发银行2025至2026年度2级资本债券项目拟发行不超过350亿元。该行在7月10日公示了承销商中选结果，就是广发银行这个350亿元这个债券有谁来帮他发行？由这个他要公布招标结果，结果是上述6家机构
分别报价700元、1050元、700元、4998元、3.5万元以及2.1万元。中选机构报价为预估服务费，是最终含税承销服务费费率乘以预估发行量的结果。银河证券和兴业银行中标费率低至2%，即使是中标价最高的中信建投，中标费率也100万分之一，也就是发行100万给1块钱。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广发银行350亿的债券发行，不是一家去帮他发，是上述6家中标企业一起发。350亿如果平分，那6家企业大概就50-60亿。如果兴业银行分到60亿这个额度的承销债券，按他报价，他这一笔生意挣多少钱？大概挣100多块钱。也就是他吭哧吭哧的帮广发银行发行60亿的债券，挣100块钱，这比烤羊肉串挣的还少，比你摆个地摊挣的还少。也就是你看这银行的竞争有多激烈，券商反正就是承销商，他都有这个资格，至少说明这个金融业务看上去高大上，实际上跟这个民工这个收益没啥区别，就已经卷成这样。说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共有17家金融机构参与了此次投标，有机构报价在10万元以上，但最终中标的6家均为报价相对较低者。接下来，广发银行将会在中选6家中指定牵头的主承销商，牵头主承销商与其他主承销商权利一致，共同向广发银行承担债券的余额包销责任。你必须把它卖掉。这是一个注重价低者得的项目。该人士称，广发银行对投标未做底价限制，评分标准中价格权重最高，占比在40%，商务及技术各占比30%。这并非广发银行首次出现此类情况，承销机构中标费率也是屡创新低。2021年，广发银行拟600亿金融债，申万宏源报出了6万元的发行费，600亿只要6万的发行费。现在韭菜买个二手房，对吧？那中介费都不止6万了。你看人家做600亿的生意，这发行费、服务费才6万。2022年，广发银行公布260亿金融债6家中选主承销商时，中银证券报价1900元，费率最低。一位市场人士认为，承销机构通过极端压价投标，背后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主要在于银行发行的金融债、2级资本债承销量大，可以计入当年承销业绩，例如参与各类排名，相当于一种广告投入。另一家中型债券投行人士则直言，银行发行量大，又没什么风险，券商就是贴钱赚排名，在银行面前没有议价能力。不过他亦称700元、1050元这样的价格实属象征性收费，过于儿戏。长期的低价竞争会走向恶性竞争，反映出的是市场有效选择机制的失灵，将造成承销机构看门人职责的通道化，劣币驱逐良币，埋下债券市场风险隐患，进而伤及行业自身。如果有一天价格也卷无可卷，那一些机构可能会转向非价格灰色手段竞争。财新网从业内了解到，银行2级资本承销费率差异较大，大行费率在10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一之间不等。350亿元的发行量级，人力、物力以及工本费可变成本在10万元等级，极限压缩可到万元级别，几百几千肯定做不到，可能都不够材料打印费，更别说还得坐飞机飞到广州开标。一位主承销金融债的投行人士称，该人士认为债券1级承销商内卷在不断加深，近2年没有增量，主要在存量间博弈，投行人之间抢生意越来越严重。抢到项目虽然不一定赚钱，但至少证明自己有项目可做，不至于被开掉，而低价项目很难保证服务质量。实际上说明什么？说明金融机构赚钱现在越来越难。你发行350亿元债券，合着一共才700块钱，你700块钱打印材料都不够，就不用说你还坐飞机到广州去招标现场投标开标，你完了还住一晚上，去3个人，你说这差旅费多少？合着一共700块，
这说明什么？这就是说明金融行业压力巨大，竞争激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银行利润还能节节高升，确实匪夷所思啊！艺高人胆大，就看它能撑到什么时候。这纸肯定是包不住火的，对吧？想象一下，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先是村镇银行，以后暴雷恐怕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城商行，保不齐就有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